今日為大家介紹千國水產原隻拆肉龍蝦，呢一個係米芝蓮3星師傅嘅推介。我哋嘅產品已經獲得清真認證啦，同埋漁農署嘅優質認證。我哋自設香港優質養殖場、香港食品加工場同埋香港製造。我哋千國水產養殖嘅龍蝦，同時亦都獲得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 嘅可持續發展環保海鮮認證。盒嘅背面咧有我哋4個 QR code， 呢一個係產品嘅說明。我哋打開盒蓋，入邊有一包食品級內高溫膠袋，入邊裝住嘅原隻拆肉龍蝦。做法好簡單，只需要等到大滾水，連埋個食品級內高溫嘅膠袋一齊放入滾水入邊煮，大概5到6分鐘。咁入邊嘅龍蝦肉咧已經熟噶啦，只需要剪開膠袋，攞咗啲龍蝦肉出嚟，再配搭個人唔同口味嘅沙律醬，咁就已經係完成咗一個龍蝦沙律啦。其實除咗龍蝦沙律之外，仲可以配搭好多其他嘅食法噶，例如龍蝦意粉啦，又或者喺冰箱攞包龍蝦肉出嚟，冰硬嘅狀態，剪開膠袋，咁就可以打邊爐用噶啦。除此之外，亦可以加少少油，加少少黑椒。咁喺個鑊度快炒3至4分鐘，呢一個呢又方便又美味，而且仲好有營養嘅原隻拆肉龍蝦，咁就完成噶啦。